随住市场上新食品的层出不穷，食物评测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。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促使品牌不断创新，推出各式各样的食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食物评测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，也成为了许多美食爱好者的一种乐趣。本文将探讨食物评测的意义、评测的过程及其对消费者和市场的影响。一、食物评测的意义。食物评测的主要意义在于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市场上新推出的食品五花八门，从健康小吃到创意甜点，消费者往往难以决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专业的食物评测能提供详细的产品资讯，包括口感、营养价值、成分以及价格等，帮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。此外，食物评测还能促进品牌的透明度。当品牌被要求接受评测时，他们需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，这样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标准。消费者在选择时能够依赖评测机构的专业意见，这对于提升食品安全和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。二、食物评测的过程。食物评测的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：一、选择产品，评测者通常会根据市场热度或消费者的需求，选择一些新推出的食品进行评测。这些产品可以是新上市的零食、饮料或健康食品等。二、准备试吃。在评测前，评测者会准备好试吃的环境，确保在一个舒适且无干扰的环境中进行品尝，以保证评测的公正性。三、评估口感。评测者会对产品的外观、气味、口感和味道等进行详细评估。这一过程不仅考验评测者的味觉能力，也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描述能力，以便能够清晰地表达出产品的特点。四、营养分析。除了口感，许多评测者还会考虑食品的营养成分，这包括查看产品的成分表、热量、脂肪、糖分及其他营养素，并评估其健康价值。五、综合评价。在评测结束后，评测者会对每一款产品进行综合评价，并给出具体的分数或推荐意见，以便消费者能够快速了解该产品的优缺点。三、食物评测对消费者的影响。食物评测对消费者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首先，它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智慧。当消费者了解市场上新产品的评价后，能够更有效地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食品。特别是在健康意识提升的今天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产品的成分和营养价值，食物评测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。其次，食物评测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。透过客观的评测，消费者能够了解品牌的真实实力，并能够做出更为明智的购买决定。这对于新品牌尤其重要，因为消费者往往对新品牌缺乏信任，而评测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持。四、食物评测对市场的影响。食物评测不仅影响消费者，还对整个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一方面，评测推动了品牌的创新和提升。品牌为了在评测中获得好评，会不断改进产品的配方、口感和包装，这样的竞争促使市场不断进步。另一方面，食物评测也帮助品牌建立良好的形象。当品牌的产品获得高评价时，这不仅能提升销售额，还能增强品牌的忠诚度。消费者对于那些经过评测而获得好评的产品，往往会产生更高的信任感，这对于品牌的长期发展有助积极的作用。结论：食物评测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，不仅提供了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的依据，也促进了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消费者的需求和品牌的创新相互影响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。
随助食品市场的持续扩大，食物评测的重要性将会愈发突出，成为未来消费者与品牌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。无论是美食爱好者还是日常消费者，透过评测的指引，大家都能在食品的世界里找到更合适的选择，享受美好的味觉之旅。